政府舊年提出強化財政整合計劃，嚴格控制政府開支增長，並適度增加收入，同埋整合財政資源。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喺新一份預算案提到，政府全力落實財政整合計劃，並受惠於股票市場表現突出同埋經濟增長加快，印花稅同利得稅較原來預算一共增加近500億元。2025至26年度嘅經營帳目提前恢復盈餘，政府整體財政明顯改善。未來將持續落實強化財政整合計劃，包括喺未來2個財政年度每年節省政府經常開支2%，同埋每年縮減公務員編制2%。本屆政府任期內將累計削減超過1萬個職位。除咗控制開支增長，政府亦都積極開源。1億元以上嘅住宅物業交易印花稅稅率將由4.25%調高到6.5%。影響約0.3%嘅住宅物業交易，估計每年可以增加約10億元收入。措施將於條例修訂草案獲通過後，追溯到明日開始生效。我哋去年修訂稅務條例，以落實經合組織嘅方案，向年度總收入7億5千萬歐元或以上嘅大型跨國企業集團徵收全球最低稅，同埋實施香港最低補足稅。預計由2027-28年度起，每年可為政府帶來約150億元額外稅收。另外，政府喺2026至27年度基本工程開支預算大約1280億元。並喺其後4個財政年度維持喺相若水平。未來5年，政府將每年發行大約1600億元至2200億元債券，其中約一半用於為近年發出嘅短期債務再融資。喺中期預測期內，政府債務同本地生產總值嘅比率將會由14.4%升到19.9%，遠低於大部分先進經濟體，屬非常穩健水平。我再次強調，政府發債所得資金只會用在基建投資，唔會用喺政府嘅經常開支。陳茂波又提到，外匯基金去年嘅投資表現創歷史新高，全年投資收入達3300億元，截至去年年底，外匯基金總資產超過41000億元。政府將會喺未來2個財政年度，從外匯基金每年轉撥750億元至基本工程儲備基金，以支持北部都會區建設同埋其他基建項目。